中華傳統文化月，咁因此咧，而家我哋嘅中華文化咧，其實係即係越嚟越受主流嘅重視嘅。咁即係譬如大家講開而家國際嘅形勢咁先算啦。喺東升西降嘅時候，其實我哋要發展亞裔傳統文化咧，係一個最佳時機。我哋而家咧，其實亞裔嘅文化，無論係畫畫啊、唱歌啊、其他林林總總咧，對主流人士嚟講咧，佢哋咧不但止接受，仲要係欣賞嘅，呢樣嘢係相當之重要嘅。咁大家再睇睇呢度咧，有個孔子像。你知唔知道咧？其實咧，儒家學説咧，而家西方社會咧都開始被接受。當然啦，佢哋背後有佢哋嘅原因嘅。譬如好似我哋個隔離嗰個總統咁啊 ，Donald Trump，佢好中意儒家嘅。你知唔知點解啊？咁佢有一個自私嘅諗法嘅，因為儒家咧講咧君臣父子兄弟不有階級。佢嘅意思咧就話，如果我做總統咧，你哋最好咧就係聽我講。因此咧，佢啲孫女咧都學中文同埋學儒家嘅。咁即係嗱，有呢啲咁嘅契機咧，我哋要非常之把握。咁就講多一樣嘢啦，就係喺個萬錦市咧。嗱，今年咧大家知道咧係市選啦，但係咧我哋過去嗰4年喺萬錦市咧，我哋嗰個區域議員咧4個裏邊都有3個係華人嚟㗎。嗱，包括陳國治啦、李國賢同埋我啦，只有1個主流佔中市。但係原來咧，我哋後期發覺咧就係話主流人士咧對於呢一個咁嘅佈局咧非常之唔開心。咁咧佢哋今年咧，哇！佢哋又出埋啲陰招，就係揾翻以前退咗休嗰啲副市長出嚟再選。咁咧就一個 Jack Heath 啦，一個 Don Hamilton 啦，就希望咧就利用咧主流即係非華裔嘅咧去整冧我哋3個華人咧，是但有2個出局。嗱，因此咧喺呢度咧講即係講多一句咧，就係希望你哋咧係發動你哋啲朋友華人一定要投票投俾華人。呢樣嘢最嘅，如果唔係咧，又去翻以前咁樣咧，喺萬錦市啊咁，一路以嚟咧都冇華裔議員，淨係得Alex Chiu一個菲律賓裔嘅，做咗10幾年，除咗佢之外咧冇啦。第2個已經去到黃志華啦。因此咧，其實咧，我哋要大家咧係共同努力，咁樣將我哋咧中華文化、亞裔文化發展得非常之遠大。咁喺呢度咧，我有個賀詞咧俾主辦方嘅，多謝你哋嘅邀請。咁希望我哋攜手努力 ，thank you。